早晨，早晨，好少你第3個禮拜咧同大家見面嘅咁樣樣。咁啊當中裏邊咧就因為咧調動咗啊嘛，上個禮拜咧係青少年崇拜咧第11週年啊，進入第12週年嘅感恩崇拜，咁所以調動咗。今日咧先同大家咧喺信息嗰度咧有分享，係嘛？咁咧眼望落去咧，好似有啲新朋友喎，好似咧陌生啲嘅喎，有冇啊？有冇一啲咧新朋友咧？你真係嚟過1次或者2次嘅，你都揮揮手好嘛？有冇啊？有冇啊？好啊 ，Hello， 你好，就前面有個伯伯 ，OK， 你好啊 ，OK， 好，呢度咧前面嗰度咧有冇啲新朋友啊？啊你好啊，你好啊 ，OK， 好，咁咧咁我哋咧身邊都同你身邊嘅新朋友握下手啊，同埋咧彼此問候下好唔好啊 ？OK， 你咧如果你見到你身邊嘅人咧，你唔好認識，你介紹下你叫咩名啊？係咪啊？係啦 ，Kelvin 你好啊 ，Kelvin， 你好啊，係啊，認唔認識你隔離嗰個人㗎？係啦。一齊敬拜咗成10幾20分鐘啦，好啦，能夠咧同一齊咧去敬拜一件好開心嘅事情嚟嘅，係咪 OK？ 所以呢有時咧我都聽過有啲人話咧，有啲弟兄姊妹話，即係有啲弟兄姊妹，哎呀我唔好怕咧，即係呢啲時間同人哋握手咁樣。咁但係咧呢個地方就係我哋一家人啊嘛，好讓我哋真係可以咧多啲呢啲咁樣嘅互動。坐咗10幾分鐘，你隔離嗰個人你都唔識，唔係啊嘛咁樣係咪？咁希望咧我哋咧即係多啲嘅彼此嘅認識啊。前面有個伯伯啊 ，OK， 好。今日嘅講題咧，有冇睇到嘅你哋？有，你睇到啦。哎呀，OK， 我唔係嗌 Siri 出嚟，係啦。OK， 好。今日嘅講題咧話咧係我們不是朱凱迪，我們都是耶利米。OK 嚇。咁我諗咧，即係當我今日咧預備呢段嘅講章嘅時候咧，我就諗起佢喎。咁啊，諗起呢位嘅朋友朱凱迪，咁啊，唔知道咧，大家認唔認識朱凱迪咧？認識OK 我哋呢度咧，即係果然係即係18歲或以上嘅人喎，咁樣係咪？大部分咧都認識嘅喎，有2個中學生，我見到OK 應該冇錯㗎啦 ，OK。咁啊望落去，咁啊見到係你啦，跳高冠軍1.65米 ，OK 咁啊跟住咧就大部分都認識朱凱迪係嘛？預備呢邊講章嘅時候，我諗起佢。嗱，我講嘅認識係咩咧？嗱，你聽下喎。嗱，至少咧，你知道佢係新一屆候任立法局嘅議員啦，啱唔啱啊？係喎。咁啊，跟住咧就係佢喺今屆嘅選舉裏邊咧，喺新界西或者係整個嘅選舉裏邊，佢點樣有咩特別嘅地方啊？票王係啦，票王。OK， 咁多個嘅選區裏邊，得票最高嘅咧係朱凱迪。咁啊，跟住啲人咧就分析啦，即係我又冇睇到分析啊，點解啊？佢戒邊個票啊？佢喺邊度攞咗啲票源嚟啊？咁樣我都冇睇點解啦。總之佢嘅得票咧係咁多人當中最多嘅，84,121票。我真係冇咩眼光，我喺我嘅九龍東區投嗰票嗰個人咧得嗰200票嘅啫。頭先咧我都唔敢同我啲即係弟兄姊妹講我投咗邊一個咁樣啊 ，OK， 我以為即係投票咁樣，點解原來即係冇人揀㗎咁樣？唔緊要，票王喎。咁另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原來咧佢一直咧都關注緊咧即係新界農地嘅使用情況嘅，啱啱？咁咧其實咧我哋喺佢未當選之前咧，咁佢咧就即係其實喺新聞裏邊咧，好多時候關於一啲農地使用、新界用地咧，都會見到佢見面嘅，見到佢。咁我成日覺得，喂呢個人會唔會就快死㗎？個人咧好似咧冇咩精神啊，就快斷氣啊咁樣樣。頭先我先話咧嗰個人，即係阿朱凱迪啦，好似我哋其中一個年青人，即係一樣嘅咁樣，個樣好似嘅咁樣，死下黑掹掹瘦瘦咁樣樣啊 OK。因為我見到好似成日都病病地咁樣樣嚇 OK。當佢上電視嘅時候。嗱，呢3樣嘢可能都係對一啲基本嘅認識啊嚇。咁咧，但係咧，但係佢喺選舉裏邊成為咗傳媒嘅焦點咧。嗱，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唔單止佢係喺呢個嘅選舉裏邊係最高票，而咧謝票嘅時候咧喊晒口咁樣樣噶嚇。OK， 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喺選舉嘅過程裏邊咧，佢表達緊一樣嘢，所以點解成為咗一個傳媒嘅焦點？因為咧，佢就話啦，佢喺個選舉裏邊咧，受到呢個嘅恐嚇同埋人生受到安全嘅威脅。嗱，當然呢一樣嘢就係佢講咗出嚟，我哋未能夠去證實嘅。
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邊，我哋知道有呢啲嘅新聞去出現啦咁樣。咁所以佢喺呢個選舉嘅新聞裏邊咧，成為咗一個焦點人物。前兩日都好錯愕，錯愕係咩咧？我收到朱凱廸議員嘅 WhatsApp， 即係一啲短信啊。佢問我，我問你之前嘅嘢，你答覆咗我未啊？咁樣冇眼花喎。嗰個 WhatsApp 啊，裏邊即係我希望90%嘅人都知道係咩 WhatsApp 啦嚇。OK， 總之喺個短信裏邊咧，我冇睇錯喎。嗰個張相個 icon 係阿朱凱廸嚟嘅喎，咁樣。佢冇 send 嘢俾你咩？個個咁得意嘅，停晒都。佢冇 send 嘢俾你啊 ？OK， 佢咧，但係幾秒之後咧，我明白啦。事緣咧就係正正有一個口號，我們都是朱凱廸。因為咧，朱議員咧喺上個星期咧正式㗎，咁我哋遇到有困難嘅時候，我係一個市民，我都會揾警察㗎，係咪先？咁啊，朱凱廸咧，佢咧就去到警署嗰度報案，因為咧佢話啦，佢指出官商鄉黑嘅勾結，咁所以咧佢嘅家人同埋佢嘅人身安全咧正受到威脅，聲援佢嘅人嘅口號咧就咩啊？正正就係我們都是朱凱廸。當我上網睇下我們都是朱凱廸係咩意思嘅時候咧，原來咧佢係講緊呢一樣嘢嘅意思背後啊，原來就係話佢哋呢一班人咧就無畏無懼，向一班嘅權勢者指出問題嘅根源，即係話佢唔會因為你係有勢力嘅人而有問題佢唔出聲，明白我嗬？咁所以咧，我卒之知啦。點解 Facebook 嗰啲朋友、嗰啲社交平台嗰啲朋友啲 icon 又轉咗朱凱廸個樣？咁啊，跟住咧 WhatsApp 裏邊咧有啲嘅朋友，我收到個朋友其實係即係大家即係都可能認識嘅。原來佢只係轉咗阿朱凱廸個 icon 啫，咁樣。我們都是朱凱廸呢一樣嘢，呢一種精神啟發咗我今日嘅講題。我們不是朱凱廸。我俾 Yankee 嘅時候冇個彈字嘅嚇，我們都是耶利米，我們都是耶利米，可唔可以咧？可唔可以我哋都係耶利米咧？咁樣，我哋一齊祈禱。再主我哋去感恩，俾到咧我哋一班嘅弟兄姊妹可以咧坐喺即係會基堂嘅小禮拜堂裏邊咧，一齊去敬拜，一齊彼此嘅問候，一齊咧繼續。我哋去用心靈去誠實去敬拜你，讓我哋咧真係喺當中裏邊，我哋先懇求聖靈，你去讓我哋聽到你嘅聲音。我哋懇求聖靈，將我哋自我降低，願意接受神嘅話語，願意好讓我哋能夠成為主你合用嘅器皿，行喺你嘅心意當中。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名字祈求，阿門。好啦，嗱，耶利米嘅意思係咩咧？係指派嘅意思。佢爸爸個名叫做希勒家，所以咧佢嘅出生嘅支派都係祭司嘅支派，12支派裏邊。所以佢耶利米都成為咗一個祭司。佢喺公元前627年，當時有一個皇帝。嗰個皇帝喺舊約聖經裏邊係一個值得人尊敬，同埋當我哋講起唯一一個願意遵守神律法嘅皇帝，弟兄姊妹知唔知係邊個？佢個英文名係Josiah，中文係咩啊？約西亞王。原來咧。呢個嘅耶利米就喺約西亞王在任嘅13年咧，被蒙召成為先知。其實就記載咗喺耶利米書1章2節嗰度噶啦。先知，我諗大家咧都好明白係一個乜嘢嘅角色。佢係願意為神發聲嘅一個人，為神發聲嘅一個人。佢話，即係當佢成為咗先知嘅時候，耶利米成為先知嘅時候，佢都不斷向猶大嘅君王、南國猶大嘅君王同埋百姓傳講上帝嘅說話。嗱，先知基本嘅任務就係上帝嘅代言人，只要先知忠於所託，佢就履行咗佢嘅職務啦。講上帝要去講嘅嘢，
佢就履行咗職務啦。咁你會問啦，阿伯明，點解我哋要係耶利米？舊約聖經裏邊有咁多先知，係嘛？有10幾個。點解咧？我哋唔做咩啊？點解我哋點解個主題話唔係話我哋都係以賽亞，我哋都係何西亞，我哋都係阿摩斯咧？咁樣樣，每一個聖經人物嘅先知，聖經裏邊嘅先知都忠於所託傳達上帝嘅信息嘅，啱嗎？耶利米有咩獨特之處啦？讓我再讀一次耶利米書8章18至到9章1節俾大家聽。我讀嘅係和合本，即係呢個嘅和合本嘅修訂本第18節。夏秋時我尋找安慰，我心在我裏面發昏。發昏嘅意思係悲痛欲絕咁解。佢話聽啊，是我百姓呼求嘅聲音從遠地傳來。耶和華不是在錫安嗎？錫安嘅王不是在其中嗎？他們為什麼以自己雕刻嘅偶像同外邦虛無嘅神明惹我發怒呢？20節，秋收已過，夏季已完，我們還未得救。因我百姓嘅損傷，我也受了損傷。我哀慟，驚惶將我抓住。在基列豈沒有乳香呢？那裏豈沒有醫生呢？我百姓為何得不着醫治呢？9章1節。但願我嘅頭為水，我嘅眼為淚水嘅泉源，我好為我嘅百姓中被殺嘅人晝夜哭泣。讀完呢6節嘅經文嘅時候，唔知大家睇唔睇到會到？有人話耶利米書係一卷憂傷嘅書卷，成卷耶利米書都充滿住呢啲嘅內容。有人話耶利米書係憂傷嘅書卷，有人話耶利米係一位流淚嘅先知，佢不斷為佢嘅國民而流淚，佢不斷為佢嘅國民而憂心。你認同耶利米係一位流淚嘅先知嗎？喺呢6節嘅經文裏邊，其實有3個嘅，即係有3個嘅對話，包括咗係邊個呢？有耶利米，有以色列嘅國民，同埋上帝嘅呼喊。6節嘅裏邊，當我哋再睇清楚嘅時候，原來係有3個嘅對話，3個唔同人物嘅對話，係耶利米、以色列民同埋上帝。弟兄姊妹，俾20秒你再望一望呢段經文。假設你手上面有聖經嘅時候，邊幾節係耶利米所講嘅？邊幾節係上帝？邊幾節係以色列民所講嘅？耶利米為上帝發言，亦都為自己心裏邊嘅一啲感受去表達出嚟。18節，憂愁嘅時候，我尋找安慰。21節裏邊講到，我哀慟驚惶將我抓住。第22節，佢問點解佢嘅百姓得唔到醫治？第9章1節，耶利米為到嘅百姓，佢睇到百姓被殺嘅人裏邊，佢為到佢被殺嘅人點樣啊？晝夜哭泣。18、21、22、9章1，4節嘅內容係耶利米嘅呼喊。點解耶利米書係憂傷嘅書卷？點解耶利米係流淚嘅先知？已經不言而喻啦。以色列民又呼喊啲乜嘢嘢？我請姊妹讀第19節啦。好，我哋望一望第19節先。第19節，我請姊妹啊，好，預備，1、2、3。
嗰班以色列民問，當佢需要上帝嘅時候，上帝點解你袖手旁觀？我嘅神，我嘅王去咗邊度啊？咁樣樣，上帝點解袖手旁觀？我哋睇埋20節，秋收已過，夏季已完，我們還未得救。意思就係咩啊？時間一路一路咁過啦，夏季過去，秋季都過啦，差唔多，農作物都有收成啦。正正就要顯示一樣嘢咩啊？呢一班嘅以色列民要面對嘅係一個最艱難嘅冬天，最艱難嘅冬天係難以想像，唔能夠好容易度過嘅冬天。以色列民嘅呼喊喺第19節嘅前半同埋第20節去顯明咗出嚟。以色列民嘅呼喊正正表示咗上帝已經放棄咗佢哋。頭先姊妹讀19節嘅時候，都講埋上帝嘅回應。上帝話：他們為什麼以自己雕刻嘅偶像同外邦虛無嘅神明惹我發怒呢？呢一個係反問。你話我唔喺度，你話你有需要嘅時候神唔喺度，但係神反問翻呢一班叛逆嘅以色列人，點解我要離開你哋？反問翻佢哋。第19節嘅尾係耶和華神去反問呢一班以色列民。難道你唔知道你拜緊嘅雕刻嘅偶像同係外邦虛無嘅神咩？其實去到20節嘅時候，耶利米嘅表達，22節嘅時候，耶利米嘅都係一樣嘅表達，都係解釋緊同一個原因。22節裏邊提及到一樣嘢，就係基列嘅乳香。基列嘅乳香其實係一種止痛劑，搽喺傷口上邊。耶利米好想講出一樣嘢，唔係冇藥物去醫治呢班以色列民，唔係冇醫生去睇呢班以色列民，而係呢班以色列民將自己陷喺一個絕境嘅裏邊，活喺罪裏邊，執迷不悟。耶利米先知嘅心境係為佢哋流眼淚，心裏邊為佢哋難過。耶利米係一個會為自己百姓流淚嘅先知。頭先講咗，先知係要為神發聲嘅。佢講出南國猶大國將要滅亡，佢心愛嘅同胞要面對住審判，呢個審判將就快嚟到啦。佢苦口婆心咁樣再一次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勸呢一班以色列人要悔改，可惜呢一班嘅人仍然都執迷不悟。耶利米係一個忠於所託嘅先知，所以佢講宣告自己唔想宣告嘅信息。我再講多次，耶利米係宣告一番唔想自己唔想宣告嘅信息，就係猶大國必然亡國，佢嘅人民係會被擄到其他嘅國家，成為咗奴隸。我唔知道呢度在座有幾多個弟兄姊妹能夠去體會到生命即將滅亡，耶利米嗰份心裏邊嗰份嘅痛苦同掙扎。朱凱廸議員，無論喺菜園村嘅事件，定係最近發生嘅元朗橫洲公屋規劃嘅爭議裏邊，其實佢都係為一班少數村民發聲。佢好希望喺社會上邊有一啲嘢可能有一班嘅市民係眼見唔到嘅，好想將某一啲事情嘅透明度增加啲啫。但係佢咁樣做，可能佢觸
觸動到一班既得利益者嘅神經線。所以佢喺選舉之後謝票嘅時候，佢流住眼淚咁樣表達。佢話佢首先要多謝太太，多謝太太嘅同時，佢要多謝佢個女。佢話希望我個女明白爸爸唔係為咗自己，而係為咗香港嘅未來。佢話爸爸一定唔會怕呢啲嘅惡勢力。我仲記得睇過一段，即係睇過套真人真事改編嘅電影，叫做《5個小孩的校長》。裏面其中嘅一幕，正正就係一個學童嘅家庭。當佢返到屋企嘅時候，有啲人要逼走佢哋去原本住喺嗰條村，可能要即係要拆佢間屋，要有其他嘅即係嗰啲規劃等等。佢返到屋企嘅時候，見到嘅係咩啊？佢屋企被一啲嘅泥頭堆咗喺屋企門口前邊。呢一個係真人真事改編嘅電影，可能我哋會話，都可能有啲煽情啊、虛構嘅成分嘅。但我相信朱議員嘅使命，正正就係唔希望呢類真實嘅故事再次出現。佢履行佢嘅使命係要付上代價嘅，佢嘅代價暫時嚟講係要付上屋企人居無定所咯，同埋生命受到威脅，所以先有我們都是朱凱廸呢句口號嘅出現。我睇嘅係朱議員嘅嗰份嘅精神。我睇嘅係耶利米對上帝話語嘅忠心。三幅報道裏邊係一個好完整，將整個福音咧去同身邊嘅人去分享嘅一套報道嘅工具。當裏邊提及到人嘅時候，裏邊講得好清楚，人不能自救。因為上帝要求人嘅生命嗰份嘅完美，唯獨係人同神修補返嗰份嘅關係先能夠做得到。裏面講到人係唔能夠自救，但係當講到認識神嘅部分嘅時候，我哋更加唔能夠當聽唔到。因為裏邊嘅內容話，神係一位公義嘅神。出埃及記34章7節，我哋引用嘅經文係出埃及記34章7節。呢位嘅神話，萬不以有罪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今日嘅人心同2000多年前耶利米身處嘅年代嘅以色列民有咩分別啊？執迷不悟，拒絕福音，仍然係多的是。弟兄姊妹，我哋嘗試由我哋中心，由我哋自己為一個中心去諗，好唔好？如果我哋一個生活嘅圈子，我哋一個嘅即係生活嘅關係嘅圈子，一個個圈去緊扣嘅時候，若果我係中心，同你最親嘅喺你嘅外圍應該係咩人啊？家人。再開少少咧，第二環咧，第一環係你嘅家人，第二環可能係咩啊？係你嘅好朋友。第三環係咩啊？可能係你認識但係未必係好深交嘅人，都可能叫朋友嘅，或者一啲同事啦。再出一環係咩啊？可能係你聽過佢名，但係你唔認識佢，甚或至再出一個圈係咩啊？你一啲素未謀面嘅人。淨係講最近嗰你兩環，俾5隻手指你，有冇5個人仍然都係執迷不悟，未願意去跟隨耶穌嘅？
5隻手指，你嘅心有冇曾經為佢哋生命去着緊過呢？你有冇好似耶利米同朱凱廸一樣，持守住一份好獨特嘅使命，係好堅持住？定係你心裏邊諗，生命呢啲嘢真係好難搞，唔好搞你。感謝神，可能喺我哋當中裏邊有好多嘅弟兄姊妹願意行出一步，去接觸人嘅生命。唔該 ，Iris。弟兄姊妹平安，好，又過咗一年啦。我諗前嗰一年都同大家去分享過嘅服侍啦。咁過去一年呢，好多唔同嘅經歷。我多謝教會啦，俾我有機會可以嚟到大家當中去分享我過往一年侍奉嘅一啲點滴啦，係啦。我都諗緊，咁多嘢想講，應該由邊度講起好呢？咁樣所以咧，我就嘗試由一啲活動啦，一啲事務性嘅嘢咧，去同大家有一啲嘅回顧，亦都係俾我自己一個回顧啦。過往一年服侍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你見到啲相啦，好開心啦。其實咧，都讓到一啲未聽過我分享嘅弟兄姊妹知道，其實我係做緊啲乜嘢啦，係啦。咁你會見到好多小朋友啦，家庭咁樣啦。其實咧，我就都會同一啲基層嘅家庭咧去出邊咧去活動嘅，因為咧其實佢哋好難咧去接觸呢個社區啦。而我做嘅工作咧就好想透過一啲活動咧同佢哋建立關係啦。其實下一張咧你就會見到個聖誕老人啦。咁我哋咧就請咗咧即係芬蘭嘅聖誕老人嚟咧，同佢哋過聖誕，好難㗎！你都請個聖誕老人同佢，但係佢哋就好開心啦。因為其實喺當中佢哋好少 resources 啊。其實佢哋經歷緊一啲生活好困難嘅事情啦，但係我哋就好想佢哋經歷一個嘅快樂啦，一個嘅福音啦，係啦。咁跟住然後，即係如果你有收到我嘅代禱信咧，上個禮拜如果有派咧，你見到一張相咧，就係我哋有個摩天輪。咁咧就同一班嘅小朋友咧去有一個開篷巴士遊，咁咧唔單止咧就係咁樣遊啦，而係咧好想咧帶佢哋去報戒任，係啦，咁樣去到尖沙咀嘅報戒。其實我哋去尖沙咀好容易啊，嗬！但係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去尖沙咀咧係一件好難 reach 到嘅事嚟嘅，因為佢哋未去過咯，爸爸媽媽從來冇帶佢去過咯，咁所以咧就響即係過往都會有一啲嘅大型活動去同一班嘅家庭去建立關係啦，係啦，咁跟住除咗有一啲活動之外咧，都有一啲家庭跟進嘅探訪啦，係啦，呢一張相啦，咁有唔同嘅家庭啦，但係咧我特別咧好想講咧右下角嗰個家庭嘅，咁如果弟兄姊妹你聽過我第一二次嘅分享咧，其實呢個家庭呢個婦女同囡囡咧係我2年前啦響機構裏面去服侍咧第一個認識嘅家庭。咁就話說開學啦，咁8月30號係啦，咁我就收到咧呢個婦女打電話俾我喎，咁佢就同我講，佢話喂姐姐啊，我哋以後咧都唔會再翻嚟㗎啦咁樣。咁因為咧，其實咧講少少背景咧，就係佢係一個雙非嘅家庭啦。咁佢點樣生活咧？就係佢依靠佢爸爸喺內地嘅一啲，即係個婦女嘅爸爸，即係公公啦。咁嘅退休金去 support 佢喺香港嘅租金生活啦。而食物方面咧，就係由唔同嘅人去即係支持佢咁樣啦。咁佢就同我講話我哋唔會再翻嚟㗎啦，我聽日會翻香港，我會同阿女退學㗎啦。咁然後我都嚟唔到反應，我就問點解啊？我爸爸咧有大病啊，佢啲退休金咧要留翻嚟醫病啊咁樣。嗰下咧其實咧我係都仲未反應到㗎，因為咧好傷心啊，即係嗰份嘅傷心係點解要走啊？
明白佢因為生活唔到，以至到佢要翻去大陸。但係我由 day one 開始嚟到見到你，一路同你建立關係2年喎，神你點解要咁啊？即係我真係問神你點解要咁啊？好多嘅眼淚啦，好多嘅唔捨得啦咁樣。但係咧，我又都有個轉化喎。咁即係唔捨得嘅裏面，其實呢個都係事實嚟㗎嘛，咁樣。咁呢位婦女咧，其實認識咗耶穌，佢係香港信主嘅咁樣啦。咁佢咧就翻緊百名嘅舞會啦，宣道會深水埗堂。咁亦都有傳道咧，就一路跟進佢栽培咁樣。咁我就咁諗，神我都唔緊要啦，佢信咗耶穌啦，佢可能你要差遣佢咧。跟住我真係就咁樣諗，你要差遣佢翻去咧，佢原生嘅家庭嘅裏面，去讓到佢屋企人去認識你，去分享你嘅恩典，你嘅福音。跟住然後我就覺得好似有啲嘅釋放，因為我深相信其實我服侍每一個家庭，我同佢哋建立關係唔係因為我啊，而係我都係即係遇見佢哋都係因為神以至到我哋可以認識啦。咁所以喺呢啲嘅地方嘅裏面，其實都係好，因為我讀社工嘅時候咧，我最差係即係 separation 嗰 part 啊，即係由建立關係啦、搞 program 啦、到最後嗰 part 咧係 separation 啊嘛。其實我係最唔 OK 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我處理唔到啊一啲嘅感受。咁但係神又讓我再一次去學習啦，咁樣。咁除咗一啲嘅家庭嘅探訪咧，暑假嘅時候你可能會見我殘啲嘅。個樣咧就衰啲嘅，係啦，咁樣係啦，咁跟住然後咧就因為去到7月嘅時候啦，咁如果記得我分享咧，就係我都係暑期全職侍奉體驗計劃嘅第一屆嘅學員啦，以至到我就回應神嘅呼召去咗同心圓服侍啦。咁過往嗰2年咧，我都係一路去籌備一個計劃啦，係啦，下一張可以見到咧，咁今年都係。咁咧，響7月、8月嘅時間咧，我就同咗3位嘅年青人，4位啦，係啦，年青人咧一齊去同行咗6個星期啦，好辛苦。因為嗰個辛苦咧係今年係比上年同埋我參加嗰年咧辛苦，就係因為咧好多生命上面嘅問題。我發覺咧呢家嘅年青人咧面對生命嘅問題咧都係唔容易啊！即係嗰份嘅唔容易，嗰份嘅張力，嗰份嘅掙扎咧，唔比我哋少。咁所以今年我話我真係叫救命。咁但係我感動嘅係唔單止係籌備可以策劃咧有個機會，而係我見到一班年青人佢願意面對佢哋生命嘅軟弱啊，佢願意面對，以至到跟住然後佢哋再為神咧去多走一步，去即係服侍翻一班社區上面嘅鄰舍啦。咁呢個係我覺得好值得嘅。係啦，咁即係除咗暑期學員，你見到我哋就一齊祈禱啦。你見到右手邊上面嗰張就我哋一齊去 Wild Camp 啦。年青人咧唔係就咁同佢講下耶穌就得㗎，要一齊生活啊！一齊生活就係咩都做咯。去 camp 啊、祈禱啊、食飯啦。其實耶穌同門徒都係咁嘅啫。係咁佢哋都係。即係唔係單單是傾傾講講模樣咯，而係佢哋都係一齊去生活。耶穌點做，門徒就點樣做咯。係啦，咁所以又係好多點滴好多經歷嘅6個星期啦。咁跟住然後咧即係除咗去即係做暑期學員嘅時候咧，咁你見到咧呢個咧就係佢哋嘅畢業禮啦。我特登擺呢一張嘅，因為咧我覺得我好有感覺嘅，因為又見到一班我哋匯基堂嘅弟兄姊妹啦，唔知你見到幾多個呢？其實有好多個嘅喎。其實我好為教會感恩，係唔單止即係我服侍出邊嘅教會嘅弟兄姊妹啦，而係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咧都好有心服侍咯。咁你見到 Jamie 啦，唱到幾投入，張敏啦，係啦，Mervyn 啦 ，Cappy 啦 ，Effie 啦，係啦，咁有6位嘅弟兄姊妹都響當中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係好感動嘅，係啊，即係神都好鼓勵我，即係見到呢班年青人同我一齊去服侍，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祝福啦。咁跟住然後咧，下一張咧就見到佢哋咧似唔似佔中啊？佢哋sorry 講唔講得㗎？講得嘅嗬，係似啊嗬。
係咁咧，其實咧係佢哋舉起啲紙牌啦，而嗰個紙牌咧係有兩邊嘅，佢哋背面嗰邊咧其實咧就係佢哋生命裡面咧面對嘅一啲嘅軟弱，而 show 出嚟嗰一邊咧，例如係同行到底進入生命啊，即係有夢想啊等等咧，其實呢個咧就係佢哋喺神面前一個立志啊。其實年青人咧心裏面好多嘅諗法，佢哋好想去做一啲嘢，好想咧去回應嘅，但係有冇一個平台咧？咁你見到咧，佢哋其實好有火咯。所以我好感動係佢哋真係有夢想，並且願意回應神咯。咁就係我喺機構裏面同一班嘅年輕人去同行啦，咁樣就好似下面有一班人圍住香港咁樣，其實可以好正面咯，其實可以好同心咯，係啊咁樣啦。咁跟住然後。下一張咧就係其實大家在座各位咧都可能好大部分人咧都參加過即係水深火熱嘅大型探訪啦。咁你知唔知道水深火熱除咗深水埗區，仲有咩區㗎？哇，好感動啊！多謝，係啦，就土瓜灣區啦，同埋咧九龍西區嘅。咁我就係負責土瓜灣區嘅即係一個區長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每一次咧去聯合咁多間教會去做呢個大型探訪，你見到嗰張相幾多人？其實咧係一件唔容易嘅事。我諗如果你做開聯絡統籌或者策劃咧，其實你都會知道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聯絡家庭嚟咧，咁又要聯絡弟兄姊妹喎，咁樣。但係就其實好想做到一件事啦，就係同教會合作咧，推動呢個社區服事啦，同埋咧好想即係推動弟兄姊妹多啲嘅參與，讓佢見到呢個社區嘅需要咧，唔係我哋就係停喺度咯，其實都學習去關心我哋身邊嘅一班嘅鄰舍啦，係啦。咁你問我哇，做咁多上一張做咁多呢啲嘢，其實你問我咧，我係好想見到一個畫面啫。哇！我哋全部都係 play 出去嘅喎，俾資源啦、關心啦，全部都係俾嘅。但係咧，其實我同神講話，神，我就係最想見到一個畫面咧，就係當我服侍完嗰個嘅朋友，佢經歷完耶穌，佢認識耶穌，佢將呢一份嘅恩典去服侍翻其他人，去回應翻其他人，呢個就已經夠啦。即係唔係佢要回應翻我，佢將佢所經歷嘅去祝福其他人，呢個係我即係最想見到。例如係嗰個婦女，佢經歷過神嘅恩典，佢得着呢個福音，佢去同其他人分享，呢個係我最想見到嘅一個畫面啦。咁過往嘅日子咧，喺同心裏面服侍咗2年啦。知唔知道其實我個 position 係咩嘅？其實都唔緊要嘅。咁我之前咧就係資深事工幹事啦。咁即係嚟緊咧9月，齊理街9月啦。咁我咧就會晉升為助理事工主任啦。開頭咧我接到呢個消息咧，我同我嘅上司講我唔做，因為我知道好辛苦。因為其實我依家已經好，我遲都嫁唔出㗎啦。我同你哋講係啊。再係咁，我真係好慘㗎，我覺得。唔好嘈啊！係啦，咁嗰個承擔咧係要比之前更大。我心裏面覺得我同神講，神，我唔配，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有幾多斤兩，我知道我自己所做嘅嘢其實係好微小。我同神講，神，我可唔可以唔好啊？我唔配。但係你問我再沉澱翻。其實無論我係邊個 position， 我回應嘅唔係呢個 position 嘅嘢，而係神。無論你同我講，你依家要燉冬菇，做翻普通即係最基本嘅嘢啦，行政嘅嘢啦。神咧唔係睇我究竟向邊個 position， 神係睇我嗰份嘅忠心。所以咧我就覺得，神啊，好啦，咁你話咁就咁啦。我就覺得如果係咁，我就一心一意去回應你啦。你所託付我嘅，我就忠心為你去行啦。咁樣其實真係你問我咧，係一步一驚心，因為真係好大壓力。係啊，即係頭先講好多事務性嘅嘢啦，好多活動啦。
嗰啲咧係做唔死我嘅，最辛苦咧就係人事啦。我諗即係在座各位做開嘢嘅都知道，事情咧都係攰啲啦，或者係都係要瞓覺或休息。但係咧，我諗嗰種嘅心力咧係人啦，無論係服侍嘅對象啦，又或者一班弟兄姊妹啦。我諗呢一樣嘢咧係最大嘅挑戰啦，係究竟點樣去有智慧地同佢哋一齊去相處咧，一齊去同心去服侍咧？呢個係好難。我多謝雷牧師啊，因為喺8月21號咧，佢講耶利米書，佢講耶利米就好年輕嘅時候咧就擔大旗。其實咧佢有10萬個原因咧可以放棄，點解係我啫？但係只有一個原因要堅持，就係呢個十字架，就係我哋經歷過即係神嗰份嘅愛、嗰份嘅恩典嘅時候，我哋就終於佢所託付我哋去走。其實唔容易嘅，即係侍奉裏面唔係即係啲相咁開心、咁浪漫，即係呢啲表面嘢啦，都係好開心嘅，確實。Thank you, Queen。但係再困難啲嘅係面對人嘅生命，我自己有軟弱，同樣地我所接觸嘅人都有軟弱。但係點樣去仰望呢個十字架？點樣去仰望神帶領我去走每一步啦？我好感恩有你哋，因為其他嘅同工都覺得哇，返到教會都繼續要唔同嘅服侍，但我返到嚟雖然有唔同嘅崗位，但係可以休息，因為我諗大家都可能會有同一個感覺，哇，出到去好攰啊咁樣，即係返工好攰，但係返到嚟呢個屋企真係讓到我可以休息啦，可以見到一班嘅弟兄姊妹，我都唔敢講我可以為佢哋做啲咩，但係我多謝你哋咁支持我，以至到我可以好專心嘅去出去即係服侍咁樣啦。咁其實頭先有張圖咧係我生命裏面即係其實係咁啱即係呢幾日咧發現嘅。其實咧我哋侍奉裏面咧有好多嘅素質，呢個都係我檢視咧呢2年啦。呢2年嘅裏面，其實我喺各方面嘅裏面有冇即係做得好啦，做得唔好啦，要改善嘅地方。而最感動我嘅係最尾嗰章，我哋嘅目的最後無論如何都係為咗榮耀神。我知道咧上個禮拜咧都有Yancy 啦，都預備咗我一封嘅代禱信咧去分享俾大家。侍奉唔浪漫唔容易，但係有你哋嘅支持，有神嘅話語、神嘅恩典，我相信咧係可以跨得過嘅。係啦，咁希望大家如果你有興趣了解多啲我嘅服侍咧，你可以去攞封代禱信啦，去支持我啦。無論禱告上邊或者金錢上邊，都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鼓勵嘅。係，多謝。抬頭吧，別再被勞役，降服吧，向眼都看見，從壓制裏
國釋放，你國要彰顯。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你面，我要不惜一切信服你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你面，我要不惜一切信服你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其實咧喺侍奉嘅裏邊啦，我哋多謝咧Iris 同我哋分享啦咁樣樣。仲記得咧上個禮拜11週年青少年崇拜啊，咁啊雷牧師咧鼓勵我哋3樣嘢喺提摩太前書啊，前書定後書啊雷牧師啊？前書啊，前書有3樣嘢。佢話咧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我哋要持守道德嘅價值，啱唔啱啊？呢個世代需唔需要啊？第二樣嘢話俾我哋聽，我哋要好好咁樣樣咧，繼續去學習真理，因為咧喺聖經嘅裏邊，先係我哋咧嗰份嘅力量，嗰份嘅提醒。我哋唔單止讀，我哋要研讀聖經。讓我哋會基同嘅弟兄姊妹唔單一班嘅年青人，我哋研讀聖經。第3樣佢話，我哋要同神有一樣好獨特嘅經歷。唔知弟兄姊妹你有未呢？好獨特嘅經歷喺當中裏邊。星期五我聽咗一個好獨特嘅見證，生命裏邊真係冇神喺當中，真係會覺得好失望。有一位嘅肢體曾經去侍奉，可能好似阿樂咁樣樣，阿樂喺出邊彈緊琴，1年、2年、3年咁樣樣去侍奉。嗰位肢體話，原來佢心裏邊係 empty 嘅，冇神。佢一路侍奉，一路返教會，生命裏邊面對咗好多嘅問題，覺得冇神喺佢心裏邊。佢話佢要離開，佢話要離開教會一段時間。有位嘅牧者提醒佢：你點離開都好，你要返教會喎。你應承我啊，你要返教會。弟兄姊妹，你估下呢位嘅肢體有冇返教會咧？阿鵬話冇。初有，問下佢：你返咗邊間教會啊？我今日喺邊度咧敬拜啊？第2個禮拜、第3個禮拜、第4個禮拜一路落，去到最後佢冇返教會，但好感恩。有一位嘅弟兄喺佢身邊裏邊咧，不離不棄咁樣樣，不斷咧提醒佢。喂，你幾時翻嚟啊？咁樣樣，咁跟住咧，嗰位肢體同我哋分享咩咧？佢對到最後佢冇翻教會，但係原來佢冇翻教會嗰段時間，佢最能夠感受到，原來神仙喺佢生命嘅裏邊。佢翻嚟我哋當中，同我哋咧一齊繼續去敬拜，一齊繼續去成長。但係我聽完呢個故事之後，我預備耶利米書，我哋係咪停留喺呢個地方呢？耶利米係點樣去承擔佢嘅使命？我哋嘅姊妹點樣難都好去繼續行喺呢條侍奉嘅路裏邊？我哋有冇為到我哋身邊嘅生命覺得扎心流淚嘅呢？我哋身邊仍然有好多人未信主嘅弟兄姊妹，我哋要努力，我哋一齊起身。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你面，我要不惜一切順服你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主，
你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主，你是拯救，你是寬恕，是我的盾牌。抬頭吧，抬頭吧，別再被奴役。降服吧，瞎眼都看見，從壓制裏獲釋放，你國要彰顯。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你面，我要不惜一切順服你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我要一生一世，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你面，我要不惜一切順服你訓示，盡情想作活祭。主，我哋咧去多謝你，你讓我哋咧能夠可以喺教會裏邊咧去彼此相愛，能夠咧有好親密、好即係好親密嘅團契。你讓我哋喺教會裏邊咧不斷咁樣去成長，睇到嘅就係有神你嘅愛喺你當中。神你親自咧差派 Iris 去到同心園裏邊去侍奉，你讓佢眼見到嘅唔係佢心裏邊，只係佢心裏邊所願所求，而係俾佢睇到嘅係神你點樣樣去呼召佢，點樣樣要佢喺佢嘅崗位上邊忠心。但係我哋彼此都係作為即係侍奉嘅人，當我哋要牧養住生命嘅時候，確實係睇到嗰份嘅難處。我哋唔單止只係關心佢嘅生活有冇改善，而係我哋睇到社會上邊有困苦流離，有一班嘅人仍然係執迷不悟嘅時候，我哋心裏邊去焦急，因為我哋知道主你翻嚟嘅日子正如盜賊翻嚟一樣，係冇人知道。我哋唔能夠俾藉口自己，我哋聽日，我哋仲有聽日，我哋唔能夠俾藉口自己話俾我哋自己聽，我哋仲有聽日。因為主你係咁樣樣去考驗我哋，考驗我哋嘅忠心忠誠順服喺主你嘅訓示嘅當中。神你就繼續大大嘅堅固 Iris， 大大堅固佢嘅同工，讓佢哋繼續喺唔同嘅崗位上邊去持守，亦都賜福俾我哋會基堂嘅弟兄姊妹，讓我哋記得我哋要作門徒。今年我哋要去同心嘅宣教，因為我哋睇到喺我哋嘅一個個嘅一環接一環嘅關係嘅裏邊，我哋仍然睇到有好多人仍然係失喪，仍然係流離失所嘅人。好讓你差派我哋去到人群嘅當中，成為和平嘅使者。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弟兄姊妹請坐。